腰椎没好，对对对，腰椎没好。他脸高都要先转，对嘛？就是它可是其实一盒水，像现在它是不提供纸杯的话，就是你要去装水。哦，对啊，很多都没有，它浪费时间，每一次水它浪费时间都要停下来，真的要停下来，还要转水。你那对身体这个都不错，就是你没有一直关心的，没有停下来，而停下来其实就会有偷懒的感觉。停下来时间久，再跑就是跑，有可能，因为身体冷掉。所以是想要参加国外的那种各种马，现在可能再去啊。老婆已经放风这么久，奢侈了。不可以再要求太多，不然等下都被收回去。看你都晚上出来跑步，对啊，晚上那个空气比较差，有时候空气最差的是晚上。清晨是空气最好的，因为脏空气又很多。来先，你要按这个啊。算了，没事了，过了。哎呀！你上班有空档时间可以去哪？
头加镜头，打皮球。哎呦呀，哭哎！他有伸出来，我看到有伸出来。Mix。犯规，打头。哎呦呀！控球阿鬼。吃他们的甜心吗？你在水上就会，水果什么？两半小的，它会影响到吃下去有时候很难嚼，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，节奏任何运动讲究都还是。尽量不停就不停，能只喝水就喝水或运动。马昏啊！上来，哦。比赛结束。